即阵无论是老大人或者是少年人，其实家己一个人大独机的是愈来愈多，所以中国就开发出一款手机的 App， 这名直接就叫做四夜飞。这使用者就爱至少2天操作一天来报平安，若无这系统就会来通知紧急联络者，以免使用者发生意外，却拢无人发现。 甲 App 点开，就当看到青色的圆形刺钮，干那点一个就当报平安。中国一间公司开发应用程式 App， 名足直接的，号做四夜飞。嘛点出这款 App 上大的功能，就是帮助家己大的老大人报平安。这个 App 设定使用者2天至少爱回报一摆，若无就会通知紧急联络人。卡面发生意外时阵，边的人拢唔知影。去年就试到单，这个 App 足紧就穿起来啊！连续几日天，爬起哩中国苹果 App Store 立钱排行榜第1名。对于就是自己住的，然后。如果你上班的话，就是你的领导可能会比你的家长、比你的朋友更先知道你就是出什么问题了。因为年轻人和家里其实联系还是比较频繁，但主要就是老人，因为他们可能用社交媒体，他们用的不是那么顺，那个就是操作比较便捷。中国官方媒体《环球时报》指出，到2030年，中国敢若一个人的家庭数量可能关闭2亿外。除了无甲囝儿逝世斗阵生活的老大人以外，还佫有足侪家己一个人伫城市食头路的少年人。也若这款 App 号名最直接的，有一寡民众认为安尼歹格调，嘛有人提议会当改做较婉转的词，像讲最近啥款你敢要会使。其实这个名是为中国另外一个外送 App 幺啊妹改过来的。也若这款 App 技术发展也无悬，即马已经有出现足侪版本，还佫调伊个合作感化的。后来原底合作四夜妹这个 App 要改用全球化品牌的名，都木木。不过不管合作什么名，报平安的 App 拢已经表现出高度经济伫咧未来的重要商机。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。